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足欢喜，请到我的偶像Made in 台湾，大家好，敢袂当请两位介绍一下家己啊？大家好，我是 Made in 台湾，大家好。大家好。耶！安尼我先讲吼，大家好，我叫表妹。伫你的倒手边这位是？大家好，我是 Made in 台湾，我是胡迪。请问恁，大家应该，我有先甲大家讲迄个，因为我真无应该是真无简单找到我的偶像，所以我足欢喜，我已经有甲我的观众先点过啊，所以因应该熟悉即两位啦，吼，我嘛有甲两位的频道放伫开讲室，所以大家若要未看过，爱先去看者好无？好，安尼。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食饱未？啊对呢，我也无关心两位食饱未。我还未食。啊，还未食？啊，不要紧，等下较做一摆食就好。做一摆食是啥物意思？一工的3顿做一摆啊？等下工课做煞，做一摆甲嚼爽安尼。OK。其实我嘛要袂哦。是哦，恁拢还未食啊？系啊。我等下招，等下结束了招的，咱再做伙来食。真好。哇，安尼咱来看咱的歌啦，咱歌顶面有写啥？啊，好，咱问问题。请问，我有一个迄个总想要问的问题，请问两位是安怎想到爱用台语来讲万载的？台语讲万载。对啊。我先讲好啊，因为其实因为咱要安怎讲？因为咱算一开始拢是为剧场做表演开始的。但是其实咱以早伫外口接表演，较正会接到迄种，就是迄种角色拢是讲华语的较济，就是足少会接到迄种讲台语的戏。所以咱其实一开始就一直有一种想法是，看会使讲，会做一个表演是拢讲家己熟悉的母语安尼落去做。我感觉安尼会较适合咱即种要安怎讲啊？袂使讲，安尼会较适合咱即个族群内底的人。因为算讲即款的表演，其实我感觉伫即马台湾来讲。我那算较少啦，对啊，对。所以意思是辉姐你讲。无，我想讲，所以意思是讲，若是接别人的，就是别人写的戏，就较无通选，无法度讲我想要讲台语就讲台语，因为角色可能毋是讲台语安尼。因为伊可能会叫你讲台语的时阵，通常拢是固定迄几种的角色，譬如讲罗摩啊，也讲犯人，还是讲迄种较要安怎讲？但是迄种刻板印象的角色会较济。但是就感觉足奇怪，就是安怎袂使正常开讲的时阵嘛是用台语，其实即件代志嘛是足正常的。对，我是安尼想啦，胡迪有伊的想法，因为我会想，其实一开始咱要做即个台语万载哦，一开始是表妹找我要做伙做的，因为咱两个大学是同窗，咱两个大学的时阵就有做伙做过，就是类似台语的一寡表演安尼，当中。因为阮两个自熟悉，阮私底下基本上咱两个拢是讲台语的成分较济。所以讲以咱两个熟悉的默契啊，还有迄个对话，咱拢是用台语咧讲话。不管是伫别人面头前，还是讲咱两个私底下咧相处的时阵，咱伫朋友之间，咱两个拢是用台语咧讲较济。渐渐就感觉讲，咱两个伫
咱两个咧表演的时阵，若用台语咧讲的话，即个开口对阮来讲是足自然的。对，所以嘛无特别讲，就是想讲要甲台语讲了偌安怎，只是伊个起心动念是咱伫台顶做表演的时阵，咱两个咧对话，迄台词若用台语讲，对咱两个来讲是足自然的一件代志。对，所以因为漫才伊个是一个对口的表演形式嘛，两个人会使像王哥、六哥安尼，还佫有就是T 三有玲珑安尼用台语咧丢接咧讲一寡笑话，迄做自然啊，做生动，做好笑。所以起心动念是安尼。了解。安尼听起来是，要安怎讲？听起来是恁家己嘛有看迄个一寡较经典的讲台湾话笑话的节目的意思吼。对啊，自细汉看较大汉。哦，因为我著头拄仔咱有小讲着一撮啦，就是因为我较细汉的时阵较无即个讲台语的环境，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我较无即种的经验，就是我家己生活中的朋友嘛较无会当甲我完全用台湾话开讲的，所以我感觉这算是淡薄仔新鲜。不要紧，你即摆有阮两个朋友啊。多谢哇，随交着朋友。随来交朋友。毋过我其实嘛是算讲，虽然讲头拄仔胡迪讲咱普通遮拢是用台语，毋过我其实大学的时阵台语其实嘛无讲介练长。嘿，我嘛是到差不多2017年迄个时阵开始想讲爱甲即个语言的迄个物件甲捡倒转来。所以才开始就是因为一开始讲我哪会臭两代安尼。有影，我嘛是。对，我嘛是，毋过因为我甲胡迪练啦，伊即个人，伊是我所有的朋友内底，伊较袂去讲啥物，就是你袂晓讲，莫讲啊，迄种话的人，嘿。了解。对啊，所以就是讲久来，嘛是即几年有变较自然安尼。所以你嘛是调工，要安怎讲？调工甲捡倒转来啊！我敢会当请教，就是除了甲胡迪开讲以外，你敢有做别步，就是练习台语的方法？有啊，我一开始就是除了，因为我感觉上重要第一步是迄个环境是，你一定爱有一个会当讲的所在。就是譬如讲，你边仔有人会当甲你做伙讲嘿。所以迄阵拄啊好2020年的时阵，迄当阵是迄个 COVID-19 嘛。怎啊我就尾手我就去找一个工课，我就想讲，安尼我爱找一个拢是用台语的去沟通的一个环境安尼。我就去找一个酒商，算讲卖酒的，卖迄种麦仔酒的，嘿。迄种拢是走迄种热炒店的业务。哇哦！你是为着练台语去找一个需要讲台语的工课？一部分啊，一部分我嘛是爱趁钱啦。哇！实际上我是爱趁钱啦，有迄个工课的需要。就想讲顺续找一个会当讲台语的环境的工课。因为我嘛袂晓写台文啊，讲实在。所以若要讲较学科的物件，我就较无遐好，嘿。因为我有看到你有时啊破文的时阵，伫 Instagram 会写台文，所以台文的部分是胡迪写的，是啊。嘿，拢是胡迪写的较济。迄个文章IG 顶管大部分拢是我写的。有分工就对。对，但是因为台文这部分，台语甲台文这部分，我嘛拄咧学习尔，所以我嘛无讲，就是会使跑了足紧。但是我感觉讲，使就是拢做台语漫才啊，这个机会会使练习，咱就加减练安尼。了解。拢是哪做安哪练安尼。
对啊，做中学，学中做啊。哇，对。好，讲到这，因为要安怎讲，就是头拄仔有讲到，就是台语可能一开始讲，若无讲甲做惯势，可能会臭奶台嘛，所以是毋是因为台语甲华语可能有一寡特性是无共的，有一寡发音无共，还是咱知影无共的所在有足侪。我想要请教恁咧创作的时阵，还是表演的时阵啊？台语敢有一寡特性是恁咧表演的时阵会特别去注意的？这我先讲好啊。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表演的，就是演员，舞台剧的演员安尼。所以有当时啊，阮接到一寡是爱讲台语的角色的时阵，咧讲台语的时阵，当然有足侪，譬如讲我今仔若要演一个北部的人，伊北部的腔口，南部的腔口，就是全漳州腔，有无共款的腔口。但是我咧讲，腔口的调整对我来讲是做好调整的，毋是讲做好调，就是会使调整的。但是我若咧讲台语的角色的台词的话，我会讲了做自然的，我会使甲调甲做自然。但是我今仔若要讲一个，若要演一个，就是讲中文的角色，迄个角色若拢是中文的话，我讲起来就有一个台语的腔口。包括音乐剧嘛是音乐剧，音乐剧嘛是也是讲纯戏剧，戏剧嘛是，就是内底即个角色伊若是要讲中文的话，我的迄个台语腔就会做重的。这对我来讲做就是要开做者时间去调整，因为要怎讲就是台语的迄个咱讲迄个术语啊，咱术语讲迄唇齿腔。伊个唇齿音，就是台语大部分伊个唇齿音拢放伫个较头前，拢放伫个就是譬如讲喙唇，搁有上下颚较头前遮。所以讲你讲台语的台词的话，其实你唇齿这边搁有上下颚，毋免讲一直做出力的，因为大部分你声音的力量甲用出来是为那后搁有丹田嘛。所以讲出来迄种台语腔，人咧讲的迄种台语腔，就是唇齿腔这边。我讲中文的时阵，听起来就会足奇怪。这就造成讲我咧练习迄个音乐剧的歌，搁有讲台词的时阵，会有一寡障碍。这是我感觉较美感的所在。对我来讲，因为我自细汉就是台语环境大汉的囡仔，所以我自细汉就是听台语甲讲台语，大汉一直到我入去学校内底接受体制教育了，我才开始学讲华语，讲中文。所以我迄个台语腔内建足强的，足明显的，咪种足强足明显的。以表演来讲的话，我个人的一寡状态是安尼。安尼我家己发现就是，所以你用台语表演的时阵会较自在一些。台语表演时阵较自在，嘛会使安尼讲。因为台语本身就有一种就是做生猛的一个语感，一个语感甲一个力道。原来是。我嘛是安尼感觉啦。就是因为虽然讲我讲我较早是较讲台语的时阵会较臭奶台小可，毋过会表演的时阵共款嘛是，若接到迄种讲台语的角色，也是讲有需要讲台语的时阵，你会感觉家己咧讲话，也是家己咧做表演的时阵会较自然。因为可能自细汉迄个，因为我嘛是算讲，我嘛是伫高雄大汉的。自细汉其实甲阮阿嬷较熟，嘛是听，算讲嘛是听台语大汉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嘛是内建伫，就是我这个人身躯顶的。是讲买手可能去外口读册，还是讲安怎，所以这个语言有较无遐正去使用安尼。但是这个物件对我来讲是迄个潜意识内底，较亲，对我来讲是较亲密的迄个
语言，嘛是较自然的语言。对我这个人来讲，嘿啊。然后我尾就发觉讲，其实有足侪人其实应该袂使讲袂晓讲台语，应该爱讲无惯势讲台语。对。更无惯势讲嘛，无惯势听安尼。啊，但是因细汉应该嘛是拢伫迄个环境大汉的，啊，只是无遐正使用即个语言啦。对，对我来讲是安尼。了解。哇，我想看嘛。就是因为我嘛是细汉时嘛，较无咧讲，我嘛是后来才捡倒转来。啊，毋过我真正嘛会当体会到头拄仔恁有讲到，就是台语，就是会互你内建你甲伊有较亲啦，就是较亲切啊，会感觉伊是甲咱有一个连结的语言。我嘛有即种的感受，嘿，有影。对，无毋对。这真正是特殊。有一种，有时阵有一种足奇怪的状态是。你感觉若甲台语比论做一个好朋友的话，你会感觉讲我甲这个人足熟的，啊，但是哪会阁有一种足青分的感觉？一开始要甲捡倒来练的时阵，嘿，但照你来讲，我应该爱甲你足熟的，我嘛对你足有好感的，啊，是安怎咱会聊啊敢有聊啊青分迄种感觉？对，我甲即摆也是。有时啊，感觉我哪会想要用台语讲，啊讲袂出来，就有一种无应该遮尔青分的感觉呢。对啊，嘿，对，无对，迄有当时啊拄着一寡，就是，譬如讲一寡长辈好，因讲一寡台语，我嘛是无听过，但我嘛会感觉讲，就是离因足远的，但是佮感觉迄足趣味的，就会去问。啊，我嘛有影即倒转来。咱阿珍有问一个问题，想要问讲，胡迪是用啥物方式学习台文呢？台文哦，台文我会记，我一开始看到台文是伫倒啊？哦，是伫敢若是毋知倒一出戏的剧本顶悬看到。我真正就知影讲有台文即个物件，但是迄当阵因为工课的需求嘛，角色我就看到迄个剧本内底，哇，是啊，全部拢台文。迄阵看到的时阵，就感觉讲，靠腰这就是做成迄对我来讲做成火星文，因为我迄阵还袂接受的。尾首就迄当阵，因为拄好伫迄个嘉义的阮剧团内底，剧团内底就有安排迄个台文的老师帮阮教讲，啥物是台文，啥物是台乐，你会使用台乐的迄个拼音，你去了解台文。是迄阵才知影讲，原来佫有即种方式会使练迄个台文安尼。尾首到即马就是，若认真讲用啥物方式学台文的话，其实是爱感谢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伊台语讲了无足认同，伊台语嘛无好，但是因为伊功课足好，伊是学霸，所以伊咧学物件足紧的。伊咧学迄种就是考试机器啊，你知？考试机器，所以伊咧学迄个，伊咧看册，伊咧学物件足紧的。但是伊较袂晓讲台语，所以讲的部分就是伊无法度甲我教。但是台文台落的部分，大部分拢是伊甲我教。伊甲我教了，我就开始就是，譬如讲，我就开始去下载一寡download 一寡迄个会使拍台文出来一寡软体。我定咧用的就是罗汉卡。数字化的对。罗汉卡数字化，佮有足济啊，真顶悬嘛，足济爱台语啊，佮有教育部迄足济拢会使去学的。最近佮有迄个改编嘛，我记最近教育部迄个台语的数字化，佮敢若个重置迄款，重新改。哪像佮有迄个伊佮有出手机啊的，迄手机啊是你会当用语音你讲，伊就拍台文出来。
对，但是但是我手机我敢若还未登录的款，然后我即马就迄个教育部迄个就是登录伫电脑啊，所以咧拍就是尽量就是有闲的时阵就加减拍歌练习安尼。哦，哪怕都会去练习着你的台文的即个拼写对，进前是阁有，因为阮女朋友伊当阵学台文的时候，有摕一本讲义啊，迄本讲义，迄本讲义应该是做入门的，应该上网查拢会使查得到。哦，你若讲认真来学的话，我是无讲像真正认真要学台文的人，遮尔啊认真咧学，我就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安尼，我会感觉讲就是做中学，学中做安尼。我就是哪用啊哪学，哪用哪学安尼。就是所以我咧拍台本速度嘛无讲诚紧。其实我其实嘛较是一个介意哪做哪学的人，所以我嘛是因为有需要，因为想要写台文，所以才来哪写的哪练习着，所以应该毋是啊！我看恁迄个 Instagram 的迄台文嘛是拢规篇的，应该是台文的能力应该嘛算是无输迄个其他，就是专门较爱学台文的人啦。你通常来看到迄一篇出来，我差不多拢开2工的时间来拍。你嘛做认真的，这嘛是一种做骨力的。就是我一个字，我可能得饲5分钟啊，干伫遐找讲看，安尼有正确无？哦，了解。哇，就是嘛是爱豆去。你迄毋是袂晓台文，你迄是袂晓用电脑呢？我一个厉害5分钟，我阅读障碍对。袂使安尼讲，对啊，因为。表妹这你也无理解啊，因为我甲伙计啊，咱拢算毋是迄种足巧的人，所以咱的人就是你知。你家己无巧，你莫跟多别人呢？是咱拢是算迄种较骨力的。无，你莫跟多伙计啊，甲伊做伙就变呢。我无介巧，我知影啦。嘿，你毋是咱的人较骨力，你知？咱的人较，所以咱会想讲啊，有机会会使练习的时阵，咱就是哪工课哪练习安尼。影，我拢安尼。对啊，我就是迄个。你的心态对啦。就是表妹迄种天才就无法度理解咱这种，对啊，咱这种庶民的迄种。这是天才的孤独的对啊。对啊，伊都孤。我无安尼讲呢。歹势，我嘛毋是天才呢。伊真正天才。伊就较早伊就较早。咱咧做表演的时阵，咱大学同窗嘛。咱大学的时阵，伊毋管咧学啥会学跳舞，还是讲咧学表演，伊拢学了足紧的。伊跳舞嘛跳甲足厉害，伊跳舞伊真紧哦，跳甲要代表台湾出去甲迄个国际舞者比图。哇，比图！伊跳街舞，跳足厉害。就是天才，迄咱对袂着啊，无法度。我毋是天才啦，我较迄落啦，就是我若对一个物件有兴趣。对啦，我这人原来算谦虚啦，但我真正毋是天才啦，我是对一个物件有兴趣，我就会去研究安尼，然后会开较侪时间去研究。所以你听会出来这意思无？伊个人做靠背，伊个人真做靠背所在就是，无兴趣的物件。你得爱甲3请4请。听起来有票分。你得对，你若无兴趣的物件，你初1、15，你拢爱甲贵，拢爱甲求，伊物件才会出来。来，你记这个物件，伊若这个无你点，你想讲，这个物件若有兴趣，伊足紧就会使随互你啊。我靠！来，你来啦！你记一个例吼，是啥物物件？所以你初1、15甲我估钱，才有法度互你的。你现准是要记太歹，我即马想歹想，因太济。那你就是咧转嘛？咱莫浪费这时间嘛，咱时间先互伙计啊，咱莫浪费这时间了。
我想讲，汉得有机会，委屈的，汉得有机会听恁冤家嘛是袂歹，大家都爱听即种的。今仔目的是听咱冤家的。无啦，袂当安尼，家丑不爱养，敢是安尼讲？对。是的，我嘛开始无礼貌啊。好，迄个，安尼对吧？问一个迄个较正面的问题好啊，请问两位敢有特别欣赏，还是较有咧注意的台语创作者？台语创作我想者哦。莫讲花枝。你，我先要讲啊，先要讲。你嘛是会使，互我送一个嘛是会使。你要讲较古早还是较现代的？我拢会使呢。其实认真要讲的话，真正足济啊。因为譬如讲自我细汉迄阵，有开始看电视了，就是诸葛亮嘛。还有迄个廖准碰碰，这应该就小可离你较远啊。所以题材有玲珑。以节目来讲的话，遮笑开的话是，即几个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拢做爱看。若较大汉的时阵，因为即马漫才嘛，足侪人愈来愈侪人咧做啊。真假花啊，真假花，因即马嘛伫线顶啊。真假花即马嘛伫线顶。真假花漫才，伊嘛是做台语漫才，这咱拢咧看。佮有表演艺术迄块话，有几个团嘛专门咧做台语的戏剧。比如讲嘉义的阮剧团、软剧团、阮剧团，因常年拢伫嘉义咧深耕，就是在地文化的物件。阮剧团佮有金枝颜色金鸡，佮有最近有一出音乐剧和这个别叫我成功。这出音乐剧足趣味的，内底足济，就是用足济台语的戏剧，还有一寡谐音，来生这个元素，因和这个豪销排演，足济你若讲特别爱看倒一个物件，那我的话我无讲，就是特别爱看啥，因为拢爱看。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对啊。以我来讲的话，因为介意的人足济啦，但是我讲一个较影响我较深的人好啊。头一个是迄个大基。我细汉，因为我会记应该是伊2004年的时阵出迄个伊的头一张专辑嘛。迄当阵阮哥哥就放互我听，我的迄个算讲迄种台湾本土的意识是为伊迄条台湾颂开始的。过来是过来是迄个较早迄个郑敬一甲柯浩顺甲彭恰恰有出一块专辑，拢是唱迄种日曲歌的。迄个专辑叫啥？我煞袂记着，我等下查者。怀伫迄条歌内底就是足好笑的，足靠北。因迄唱歌佮有改编迄歌词，足好笑的。所以讲即两组是对我影响较大，就是对台语即件代志的印象，佮有表演，伫表演上的迄个影响是较大的。了解。佮有迄个侯孝贤啊。我定然。吴念真、蒋金乌色。对。足济啊，真正足济。会火气啊。好。对呢，讲到袂火气，甲迄个年代有愈来愈接近，迄个较新的。对。对啊。
做会近我想看觅哦。我家己雄甲恁分享，我家己最近较有咧听的，就是我有介意听一个歌曲，做 Funky Mo， 毋知影恁敢有听过？哦，Funky Mo， Funky Mo， 我就是 Funky Mo 伊的歌嘛，足好听。对啊，嘛小可笑亏安尼，就是有真正就会感受到，就是哇，咱即个要安怎讲咧？就是要是有一寡做少年，就是讲要有人咧做台语的创作，就会感觉而且我感觉这个台语创作真有愈来愈兴咧，就像讲，迄个我其实你若叫我2当前啊3当前，想看敢有人用台湾话讲万载，我是其实迄阵是想无的，咱像讲台语万载开机做这个真后悔，对，因说开机做嘛，周嘛，开机嘛，嘿，真台语万载开机嘛，好啊。可你当我咧讲，我阁想到迄个较早迄个麦子啊，黄立成甲迄个嘿，黄立成，嘿，应该嘛是2006年，还是04年嘛出一张迄个 Jump， 迄张内底嘛是用足侪台语的，嘿，细汉最爱听迄张的，听起来是恁细汉时接触到的创作嘛是对恁规个人嘛是真有影响的款呢。对啊，因为我感觉做表演啊，就是表演来自于生活，这是咱的老师嘛咧甲咱的老师安尼甲咱教，所以阮就会去回推想讲，阮较早即个表演内底的需求，我就会去想讲，我较早是毋是嘛有类似即种经验，还是讲类似听过啥物歌，类似熟悉啥物人有讲过遮的话等等的。然后我若无学表演嘛，无做表演的话，我可能嘛袂去想，就是过去的代志可能就过去啊。嘿啊，嘛袂讲去想到遮济呢。所以。就是生活是你表演的养分，毋过表演即个代志嘛，互恁的生活搁较对生活的迄个观察可能搁较深些。无毋对。哇！我感觉有通拄仔袂记讲着，阁有迄个啦，工会啊。工会，因为阮母也足爱听伊的歌，所以细汉嘛是足正听工会的歌。还有一寡，嘿啊，还有曹雅文啊、李谦啊，就是即几年嘛会足介意的。我嘛足介意听一寡政治人物讲台语的。嘿，比如讲主持人吴乐天啊，迄个政治人物陈水扁，边还有食龙介，我感觉食龙介讲台语真正足好听的。有迄个报地的，迄个一寡开口，还是迄个内在的对啊。嘿啊，对啊，个3 Q 啊。这啊，咱莫去讲着政治即块话，但是单纯讲遐的人，因为伊遐台语讲了真正拢做有开口的。真正会当为内底学到足济。对啊。一定爱讲的，真正一定爱讲的是，我感觉是布袋戏，还佫有布袋戏。嘿，阮较早细汉的时阵，最爱看迄个霹雳布袋戏。嘿，嘛是足侪台语嘛是为迄边学的。对，阮两个较早大学的时阵有做一个迄个毕业制作。迄当阵表妹是导演。因为阮迄阵阮拢算较早就是拢有看过布袋戏，嘛足介意布袋戏的。迄阵伊就写一个本内底，就是写两仙布袋戏翁仔的故事。我就是演其中一个布袋戏翁仔。迄段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伊类似万载。
一段我partner的表演的类似漫才啊，我的部分嘛是拢讲台语的。哦，就是有搭喙鼓安尼。对。了解。嗯。有趣味的。咱一直有讲到这用台语表演，我嘛想要问，若是要互想要用台语表演的人一寡建议，恁会互因啥物建议呢？想要用台语表演的人一寡建议哦。你讲的意思是讲爱为啥物方向开始，还是讲爱表演上的建议吗？还是讲爱注意啥物代志？可能若是要用台语，可能有爱注意啥？哦，若是要用台语，这要注意啥？这。其实嘛无一定啦，我感觉就是恁想到啥物较好分享拢会使。了解。因为若要用台语爱注意啥，这个问题会足歹讲的哦。这个问题，因为要安怎讲？台语嘛是足侪派的嘛。是。所以讲这大家讲法拢无共。对，这我感觉就自由心证啊。了解。但是若讲，若是伊讲你想要你会晓讲台语，但学台语，但是你想要知影讲安怎会使增加你表演的迄个内容甲能力的，我感觉足简单的，就是加讲加听。有机会讲，有机会听，就去讲。比如讲，你今日下晝要去早餐店遐，甲阿姨买物件，你即当阵就会使逼家己拢用台语来讲。就是我感觉，像我头讲的，阮老师甲阮讲，表演来自于生活。你表演上，你可能会用到啥物话，你生活上你就会使用。对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加听加讲，因为即马其实足侪媒介啊，迄个听音乐的软体啊，还有网站啊，还有就是教育部爱台语啊，类似遮有足侪平台，有足侪软体会使去接受的。还有 Podcast， 即马嘛足侪台语的 Podcast 啊，像火子你嘛咧做这啊，所以我感觉加听加讲，这是会使上毋免开任何钱就去学着台语的物件。对，我的想法其实嘛是安尼，因为一开始要做，我感觉若要讲建议的话，我甲胡迪两个人可能也无法度，无到迄个坎站会当讲一寡足高深的物件出来。也毋过会当分享讲一开始咱咧做即个台语创作的迄个过程，比如讲。要写本的时阵，要做这个表演的时阵，其实我嘛找足侪 reference。比如讲像古早迄个替塞有玲珑嘛好，搁有迄个廖俊甲碰碰嘛好，迄个歌厅秀嘛好，搁有迄个古早搁有迄个娇来阿嬷甲迄个连千，是叫连千玉吗？招来嘛，甲迄个我袂记啊。我哋也袂记伊个名。招来阿嬷甲13亿内底迄个招来阿嬷，吴敏，对啊，搁有就是，比如讲，搁有较早迄个五六天讲聊天顶的迄个故事，就是。对，嘛找足侪先辈啊、老师啊，甲因问讲，即个台语是安尼讲才对，还是讲有别种的讲法？阮即种的讲法敢会使？因为我感觉伫表演上有一个问题是讲，私底下台语要安怎讲，我感觉拢无差。就是因为这就是普通时啊咧开讲，你譬如讲，我会讲到爸甲妈，可能有一派人会感觉讲，你袂使讲到即两个字嘛。对。但是可能嘛有足侪人是会感觉讲，这哪有差啦？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无共，主要就是即个物件会
会使沟通就好啊。但是伫表演上，甲台语搬去舞台顶的时阵，咱就可能就要去考虑讲，这个时阵这个话甲观众的迄个连结，观众敢会听无？还是这个时阵这个语言需要转做另外一种，需要转过去另外一种表达？就是迄变做是爱思考的物件，因为台语伫这个时代讲一句坦白话是，可能听有台语的人嘛，毋是讲足济，可能咱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听有台语的，对，但是嘛是爱去照顾到迄种就是较听台语听无遐尔惯势的观众，所以我甲胡弟一直去思考讲。要安怎讲，观众会听较有，过来是要安怎讲，这个物件会互大家感觉较自然，对。主要是我感觉练习对阮两个人，对阮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算讲一个默契啊，就是咱拢感觉讲练习是足重要的，问搁有练习安尼，就是这个物件若无够好，咱就是。先练习，先一直去排练，试看卖啊，看这个物件有法度变好。若真正无救就算啦。对。真正无救，咱就放弃啊，就是往别个方向去想。因为我感觉若伫就是承接表妹谈多讲的，我感觉伫表演上吼，若要讲较了解较深实较，对我来讲表演即块吼。咱做表演的人，伊嘛对我来讲，伊算是一种服务业，服务业。所以，阮咧搬即个物件，咱咧讲这个台词，咧讲这个段子的时阵，伊上介重要的受众是观众。伊是上直接的人，用上直接听到、看到咱表演的人。所以讲，咱若今仔讲即个本，还是讲内底一款物件，想要甲讲较深的，嘛袂使。你想要甲讲。伤粗，咱讲伤简单，还是讲伤抽象，这嘛袂使。但是伊一定爱家己去抓一个迄个 balance。我袂当讲啊，观众听无，迄是观众的问题啊，毋是我的问题。咱做表演的袂使安尼。因为这物件就是要互看、互笑开。是。若讲以台语万载来讲的话，咱若真正有一款物件做坚持，要甲讲啊偌深，这本末倒置。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就会伫即部分，就是会就是琢磨，安怎讲可能较适合莫甲讲了伤浅嘛，莫甲讲了伤深，迄嘛对阮来讲嘛是一种练习吧。对，介困难。迄真正是爱需要经验的，因为阮到即马为止，阮两个做表演做10几档啊，到即马为止，即个物件，伊一直无一个答案。这物件真正就是经验谈。我感觉迄可能就是请。无我的意思讲，迄就是爱 depend 迄个状况去看讲。比如讲，即个场所需要安尼讲有适合无？就是咱会一直去思考即件代志。比如讲有一寡，因为咱今仔日无可能伫总统府讲一寡黄色的物件嘛。了解。就是类似即种的想法，比如讲咱今仔日的即个场所是一个较下的表演的场地，人可能较少的话，咱咧讲话，还是讲咱要安怎表达家己，有一寡用法甲讲话就会当较自然，较平常时啊会开口安尼。但是可能若到一寡较专业的，还是讲较咱甲观众可能无遐近的迄种距离的场地的时阵，咱可能就需要迄个讲台语的，莫讲台语好啊，你不管讲啥物语言，拢有一种无共款的态度安尼。对。应该嘛毋是台语才有即种状况啦。只讲是对啦。头拄啊，
有讲到，就是爱掠着迄个，互观众会当听有，啊，毋过可能嘛无一定伤凊。我知影有时啊看恁的影片的时阵，就会感觉有淡薄寓教于乐，就甲迄个因为我之前有读教育，啊，就是迄个你要教人，虽然我知影恁可能毋是特别想要教人讲台语，啊，毋过我家己做台语的内容时阵，真正有时啊就会感觉。是，虽然我的初心毋是要教人讲台语，啊，毋过伊真有可能会互人学着台语，所以我感觉掠着迄个拄啊好的迄个程度，真正是介困难。啊，我有注意到，就是恁的 YouTube 的影片下骹说明有时会写一寡就是注释的。这敢是算是头拄仔嘛有讲到，是为着要服务恁的观众，才调工来做的。这部分的因为迄是我拍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感觉咧看，就是咧看表演的是，咱迄个段子嘛，咱迄个 YT 顶管迄个段子，毋管你今仔讲是听有台语，还是讲台语做练转，还是讲台语无讲做练转的，会让你咧看即个表演的话，我感觉上介重要的代志，就是爱互因会使好好看表演。对，因为像你头拄讲的，你讲要做台语教育啊，还是啥货，即块对我来讲是足远的。我嘛起心动念嘛毋是即件代志，所以我会感觉，所以我会感觉讲迄个字幕，迄个字幕无，我会感觉讲，我若今仔日我是一个台语无遮好的人，但是我感觉即团足趣味，我想要来看，但是因的翻译若阁有中文甲台文，还是讲若干若只有台文的话，我会感觉迄我会无法度好好啊专心看即个影片。了解。对，所以我就会感觉讲，不要紧，迄字幕我就先用就是中文，啊内底真正有感觉讲我家己徛伫观众的立场，我若感觉讲即个字真正，伊有像你讲的寓教于乐的用意。还是讲伊真正一般观众真正会看无的话，我就会甲伊扭去下骹遐，搁写一个注解。了解。对，这是阮用影片的模式是安尼。对，因为我家己若感觉讲，我今仔来去看一个美剧好啊，我本身英语是真做歹，我今仔来看一个美剧。结果靠北伊美剧顶管字幕全部拢英语，我真正毋知我咧看啥。画面会较乱的对啊，会影响到你看。对，上主要的是我要，因为看表演对我来讲是一个感官的享受。是。对，所以我若阁需要分心去伫遐想讲，伊讲即句话啥，我起暂停，我先了解一下，佮继续，那就失去看这个段子的乐趣。了解。对。因为确实讲，咱嘛无法度做教育这个工课，我感觉迄是较迄无算是阮的工课。对。咱应该讲，阮的工课算是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讲，看会当互这个物件较看会当互台语较普遍的安尼无，就是互较侪人知影，互较侪人惯去听台语安尼。一部分的想法啦，对啊。了解，因为我家己看迄个有一寡人要安怎讲，就是因为即摆真正有愈来愈侪人想要用台语做可能 YouTube 的创作，啊，我真正有感觉到有真侪人拢咧做教育性的内容，啊嘛无好，啊毋过就是会感觉像恁做的代志，其实嘛足重要的，就是毋是来教台语，啊毋过是甲台语摕来用。就像你讲的，迄个互台语变做较普遍，啊，大家较看会到，啊，会当摕来做感官的享受即种的。我感觉这个工作其实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注意到恁有咧做台语漫才的时阵，我真足感动的，就是因为安尼。感谢，感谢，对啊，感谢。就像讲有时啊，我嘛是无一定想要学台语，无特别要学台语，啊，毋过嘛想要用台语看一寡好笑的，恁就是我的救星，哇，无遐伟大啦，无确实讲是有一种
有一种感觉是，歹势我袂记我要讲啥，胡弟你先讲好啊。你也不爱死啊？哈？你平常时拢安尼哦？你无采人个时间，伫桌顶悬，你讲来讲去，毋知要讲啥，伊台把你聊你死啊！伊讲话就是遮粗啦，歹势。啊，拄好，我有一个问题，通好来问。有诶台语创作者吼，因为头拄有讲，就是逐个人对台语诶想法，真正有时会有足无共诶，都无共诶派，都会出来啊。我知影有诶台语创作者会讲，毋通来强化即个台语较怂还是较粗诶即种印象。请问恁对即款意见敢有啥物想法？即个想法阮嘛是有哦，阮嘛是一开始有想讲。有咧想即件代志，就是因为阮家己接表演嘛，像我头拄仔讲的，就是真会去接到迄种，比如讲罗马啊，还是讲，就是你若讲台语，可能拢会接到迄种，罗马啊，还是讲法林的迄种角色，可能会较济小看。但是因为阮两个人，就是本地阮两个人就较粗小看，所以阮嘛毋是特别要互。即个物件看起来足粗的，只是讲阮两个人的个性是有较粗小看，所以阮的表演可能就有迄个成分伫咧内面。但是确实是伫表演上，阮嘛会去思考讲，莫一直讲一寡，就是讲较歹听的，可能就是较刻板印象的物件。尽量莫去做迄种刻板印象的台语的表演。譬如讲，迄个演罗马，你着爱用台语腔，还是讲你着一定爱，就是用迄种台湾国语安尼讲话，敢若足串安尼，即种的阮较无介意。除非你今仔角色需要啦，除非你真正演一个角色，伊需要就是，譬如讲，头拄表妹讲台湾国语，你若真正有法度甲迄种袂晓讲华语的人，但是因会要讲华语，你会使甲迄种美甲掠甲足准的，掠甲足 balance 的，安尼我感觉迄无要紧啊。但是你若是直接因为讲即个角色需要讲台湾国语，但是你无去研究，你就直接感觉讲台湾国语简单啊，就是安尼嘛，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怎么样做。你若用安尼的话来讲，我会感觉讲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消费。因为其实，对啊，因为这个人学迄个外国人讲话，其实嘛是同款意思啊。对啊，咱嘛我不太会说中文，这种感觉其实是同款的。所以其实有时阵嘛，足歹讲，这物件到底对啊毋对？只是讲以阮家己是即个族群内底的人，阮家己就会较片面安尼讲。了解。我家己嘛是，一开始嘛会想讲，我是毋是应该爱，就是莫互台语一直有即个较怂啊、较粗的印象，所以刻板的印象，所以。我一开始嘛想要迄个调讲讲较水的、较文啊，结果我嘛发现我嘛是一个粗人，我嘛做袂到。毋过。对啦，但是我感觉即马即个时代，台语的教育啊，拢已经进步足济啊，因为即马就是随处拢会使去，你只要有网络，你拢会使去学着台语，所以我感觉即马台语做上即个想法。即马应该是足少有人即种想法啦，我咧想啦，因为就我家己，像我是本身是台语地的人，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毋捌感觉讲就是，我讲台语足爽，还是安怎？我袂有即种感觉，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自细汉拢伫南部大汉的关系吧。因为阮厝内底人嘛，自细汉拢讲台语。身躯边的朋友大部分嘛是拢是华台交杂安尼咧讲，所以我个人是较无有即种
感觉讲会讲台语安怎安怎较爽的迄种感受。哦，若真正即摆阁有人安尼感觉的话，我就感觉讲，伊爱加油。毋过我当初就是我前一阵仔咧想一个问题啊。比如讲，有时阵阮可能伫家己私底下咧笑课的时阵，会学，比如讲外国人讲台湾话安尼。比如讲迄个我不太会说中文安尼，类似即种的。但我你安尼学起来有无？就是你去学因迄个国家的语言的时阵，其实是毋是会变做讲会学较紧？比如讲我一直学日本人讲台语安尼，有一天我若要去学日语的时阵，我会较有法度 fit in 伫因迄个讲日语的迄个语境内底。我家己嘛是，我咧想即个问题啊。我家己嘛是捌，就是偷偷学日本人讲话啊，对，毋过我家己的经验嘛是有感觉到，我若要学甲足成的，我就会需要知影讲日本话发音是倒位，甲台湾话无共，我才有法度做出因的迄种口音，所以我感觉你讲的其实有理呢，可能真正会因为安尼，你就会更去了解人安怎发音的，所以应该加减有帮助的款。嘿啊，所以若我嘛甲你讲，以后若听到有人在讲台湾国语的时阵，我可能会想讲，伊可能在练习咯，伊可能想要接近咯，安尼就去甲伊鼓励，讲好，继续学，加油哈！对。哦，找一个敌人啊，多一个朋友。无毋对，强迫伊做这毋是咱，嘿嘿。哦，对啊。好，因为我家己吼，平常时嘛足介意挖音笑亏的，啊，我有看到恁段子内底吼，台语的挖音笑亏嘛，真正袂少，所以我要来偷问恁迄个。我记得你讲华音笑亏啊，挖音嘛，嘛有人讲海音对无？你有敢有听过这个讲？这我无听过呢。你无听过？我嘛是看你的节目，我才知影讲，原来这个物件会当讲是蛙音，因为阮家己是拢讲海音。系啊，你看这就做趣味的所在，海音，因为我听到的嘛是讲海音、谐音、海音啊，蛙音笑。可能我学台语的款啊较，因为我是大学伫台文系才开始学的，所以可能我迄个款啊较爱讲蛙音，所以就真正无共人讲话会无共。这真趣味，真趣味。就是恁迄边恁台文系应该拢是行要安怎讲？应该拢是行教育部对无？敢是行教育部迄派？其实无一定呢，就是虽然照理来讲，教材是以教育部为主，啊，毋过有的老师伊本身的背景，也是伊家己的一寡理念，也是因接触到台语的迄个过程，有可能是较无一定是教育部派的，有一寡是比如讲迄个老师原底拢用白话字，啊，毋过因为要来教册，所以嘛爱教迄个教育部的拼音，即种的嘛有。对安尼真赞，对啊，安尼就对了。对你啊，对啊，学着做侪无共的趣味。我海音笑。有人留言啊，讲海音应该是叫唤，应该是叫唤的，伫翻就对啊。海音应该是伫翻，是安尼。我知影蛙音意思就是因有蛙筋就对啊。海音派了解，不要紧，学习了。就是因为我足爱听即种的笑话，我要来偷偷问一下，恁平常时做即种笑话，敢有啥物美感？是安怎想出来的？美感哦，还是真自然的，随便爱的有。无。嘛是爱想，嘛是爱想者。那有当时啊，我音的这部分，我讲我家己好啊。譬如讲有当时，因为主要写本的人拢是表妹先写。
伊写出来了，伊甲迄个文本的骨架写出来了，伊内底会藏一寡物件，会使看我会使安怎补。有当时我譬如讲，若咧想我音的物件，我就会较想讲，既然拢要算这啊，就爱反逻辑去讲伊的话音。就是譬如讲，即个话音，伊即个话音一出现伫遮是一件足无可能、足无正常的代志。对，安尼的话，我就会往即个方向去想，安尼较趣味。离愈远较无厘头安尼。对。嘛，其实嘛是会使顺落讲，只是讲顺落甲你反逻辑去想落斗的话，我感觉，我个人会感觉讲反逻辑去想的话较趣味。对。我那以我来讲的话，我通常拢是我的路数是掠一寡错误的物件起嚟啊，佮有一寡生活中的经验，譬如讲，我通拄想到是我较早讲话较臭灵呆的时阵，我甲阮母仔讲，妈，我想要去读研究所，伊讲你要研究所要创啥？你要做贼仔呢？对，迄个所甲做我分袂清楚安尼。我甲阮哥讲我要研究所，伊讲你研究阮某要创啥？但是这是生活当中真正有发生的代志，有发生过的。我会有时阵我会甲捡起来用。对，类似讲咱第一期迄个台计王内底有讲到讲，就是有一个话音的punch line。是。比如讲迄个就是表妹伊爱捧一碗面互我食嘛，结果迄个面摔落啊，我着演一个迄个面甲摔落啊，伊着讲遮着有刀啊，你是咧？这是为生活来的。这应该，咱迄阵是安怎想的？应该嘛毋是吧？我嘛袂记啊。我伫当阵就是我会感觉讲，即个时阵，因为我是做结网的迄个人，所以我会使学白飞甲足远去。我伫安怎表妹拢会甲伊吐槽，拢会甲诱导，所以我会感觉讲，即个时阵若甲做一个足无可能存在伫遮的物件，比如讲我去挑工摸一个，遮我当做遮是刀啊。伊咧讲的是刀啊，但是我做一个遮有刀啊的表演，即个punch line我感觉画面上伊就会拍出来。了解，了解。对。二对啊。我那我的话，我就是会，那表演上的话，我会感觉讲，就是往反逻辑的方向去想，会加较趣味。你听起来嘛是，嘛是爱认真用台语过生活，才较有遮个所在。我感觉其实是足侪所在，其实是为生活当中来的。若是讲生活当中有足侪即种讲台语的环境，啊，佮有迄落，就是足侪即种所在当体话，要做台语的创作，就会较简单小可。我感觉，拢学出来的啦，我感觉。我足侪袂晓的物件，有足侪，就是我无听过，也是讲我袂晓的物件，我嘛拢会敲电话去问阮妈妈。都真正敲过。我拢会我就是三不五时就敲电话转去嘛，有当时就会甲问讲，妈，你敢有听过啥话啥？有当时老大人，那老岁仔人哦，老大人因有当时就是有法度讲出一寡足好笑的物件。迄物件会使甲捡转来用，因为较早我的就是有一个先辈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你若有一寡台语袂晓的，你着转去问你熟悉的是大人，因讲的一定99%拢是正确的。有影。就我有问伊讲但是因无接触过，譬如讲较正统的一寡台语的教育啊，你哪会使确定讲？但是大人讲的拢一定是正确的。迄个朋友就甲我，迄个先辈就甲我讲一句话，伊就讲，
因为伊食过的米比你较济。伊的意思就是讲，以生活经验来讲的话，用台语的生活经验，伊加咱要几六十担。真正。对，所以就算讲伊毋捌字，但是伊毋捌，也是讲伊毋捌受过啥物台语的教育，但是伊逐工敢若会晓讲的话，就是台语的话。所以因的经验一定比阮少年辈济搁较济，所以因讲的故事，因讲的物件，99%绝对拢是对。对。啊，当然，即马有即个教育的系统出来，这是会使更加互搁较济人想要学台语，会使去用即个物件去学。但是我感觉搁有足济故事，搁有足济历史，搁有足济趣味的物件，真正迄老先辈去甲问就对啊。因为因知影的物件绝对足趣味的，绝对比咱搁较济。我嘛应该是讲，嘿，请讲。我应该是讲，嘿，应该是讲，嘛毋是讲对啊，毋对，是因伫讲的迄个物件绝对的是迄个较在地、较本土的物件，嘿，就是可能对甲毋对的迄个标准，因为迄个时代的关系有一寡无共啊。但是因伫讲的迄个物件，绝对是迄个时代留落来的物件，我是安尼感觉。我嘛定有即种感觉，就是虽然即马教育有较有系统啊，有一寡书典通好查，也是安怎的，毋过我家己嘛感觉，因为台语的迄个教育嘛是有断过，有断紧，有断一时啊，迄个真正有足济是迄个教育系统还对袂调的，足济是老大人会讲咱还袂赴甲记录起来的，所以真正是有机会，我嘛是希望，毋是希望，就是我感觉大家真正会当加去问厝内的老大人，因知影一定是比咱猜会到的搁较济。对啊，因为像进前就是我讲这个问题，无特别讲要争啥货，只是讲吼，譬如讲，咱表妹进前嘛有讲着爸甲妈即件代志。伊当阵其实即件代志我嘛 confuse 足久，就是因为我阿公阿嬷，我阿公、我爸爸妈妈，阮下港遐个真正朋友，拢会讲爸甲妈。虽然嘛是有个人袂讲啦，但是大部分的人拢会讲。我就一想讲，我就一思考着我头拄仔讲的迄个先辈伊讲的话。但我就咧讲，我就咧想讲，伊讲出爸甲妈，也是有人讲环境，有人讲环境，迄个物件伊的正确度到底是要安怎抓迄个平衡？我到即摆嘛是搁咧想。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就做趣味啊，这就会使，就是互相去理解，互相去了解，讲是安怎伊坚持要讲，有个人坚持毋爱讲。对我来讲，这是一件趣味的代志，伊无一个固定啦，伊无一个定论。对啊，对啊，若假使讲，因为我即马学着台语的教育，讲爸甲妈是袂使讲的，这是毋对的。敢讲我要转去甲阮阿公阿嬷讲，恁讲的迄是毋对，无可能啊，嘛袂使安尼啊。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即马这是一件趣味的代志。有当时啊我会讲，有当时啊我嘛袂讲。对啊。趣味。对啊。安尼我阁有想到一个，我嘛有，这嘛是我家己有时啊会较困扰的代志，就是因为我即马做放送，有时啊会调工想要迄个台语的比例愈来愈悬。毋过有时啊有诶较新诶词，比如讲啥，比如讲我想看卖有啥，比如讲直播好啊，你若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讲直播，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去找台语。迄个就是你有个人会较想要避免用华语，就会可能会找讲，咱会当讲放送，还是啥物直播即种诶。我有时啊嘛咧想讲，有时我讲新词，可能迄个有个观众，毋是即个台文科学诶人，伊可能真正会听无。即个时阵，迄个到底要直接借华语词来用呢，还是爱去找伊个新诶词出来咧？真正是，嘛是像你头拄仔讲诶，真正无一个定论。逐个人的想法拢无共，这嘛是定定感觉足趣味的。一点的话，我会感觉讲，
安怎讲？即点的话，我也是会徛伫一个，就是咱毋是做台语教育为本的一个行业，毋是主要要做教育，所以我会感觉讲，安怎讲对咱主持人，还是对咱表演者，安怎讲咱是自在，咱是伫台顶，还是伫荧幕面前，咱安尼是舒适，安怎讲？安尼讲的舒适，咱就安怎讲？对。我的想法是徛伫。因为毕竟我感觉阮是做戏剧的嘛，所以人爱听有这个笑点才有法度出去。所以可能有时阵在讲一寡话，在经即个新，譬如讲你通拄仔讲的新词啊，佮有也是讲直接讲迄个华语的名，咱我就会去考虑讲观众这个时阵伊到底听有这个意思无？那假使讲这个字是伫这段内底足重要的一句话的话，那安尼伊若听无即拍，是毋是后壁可能会迄个节奏，伊可能就会对袂着。所以咱有时阵在讨论的时阵，可能会去想讲，我安尼讲，观众敢听有？阮家己的思考是安尼。了解。对。以表演为主。迄算以阮的工课的迄个性质就去讲的话，是安尼。对。好，安尼我那像今仔日吼有准备着的，想要头问的问题嘛，拢有问着啊。安尼。想要头问。想要头问，你要爱我的头问，还是伊的头问？想要头问，你想要爱头问？我音笑亏就是为遮来的。表妹，无好笑的。哈？我无好笑，你搁食？我看你可怜啊！我看拢无啥人感觉好笑，我甲你加减甲你捧场者。你是要爱啥物人笑？只就敢3个人尔。我有笑啊。你是要爱啥物人？无啊，你看，伊拢无認真咧看。你看迄留言區遮有足濟人，好無？有人笑。因笑你是聽有呢？因若笑你是聽有呢？因攏會。你莫個伫遐講我有誒無誒啊！咱即馬感覺講好笑，人也感覺好笑，就等翁仔出來。毋免，你毋免擱伫遐講一寡有誒無誒。人即馬火子也要做一個收煞啦，要做一個收煞啊！等翁仔出來，就是看你可憐啊。無要緊，你繼續練啊！哦。人要收煞，我甲你無法度收煞啊！哇！都無要緊，嘿。無要緊，這較等下咱再來處理吼。即條咱等下較等來處理。請莫為着我冤家，我無想要看到另外好歹勢。迄個請問兩位，敢有啥物想要宣傳的代志啊？對。表妹，互你，你度敢有佇你啊？啥物度？無啊，這看袂到啊，我直接用講的就好啊。啊，是，無毋對。嘿，就是吼，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吼，阮即個 Made in Taiwan 佇今年2022年的即個5月8號，啊，閣有9號佇即個Comedy Plus 有咱即個頭一擺專場的演出。啊，若是對阮的表演有興趣的朋友吼，啊，若介意看咱即種較本土較迄種搞笑的方式吼嘛，歡迎大家當買票來甲咱支持者，安尼感謝大家。咱迄個詳細買票，啊，閣有即個詳細的時間地點，會使追蹤咱的 IG， 啊，閣有 Facebook 的粉專，咱到時陣攏會甲詳細的即個資訊攏打起哩。啊，即馬還袂囥的，即馬就是會豆豆囥起哩安尼。所以即馬也無法度買票，但是即個資訊先互大家知影。若是假如講有觀眾朋友介意阮的表演嘛，介意阮兩個人的話，則麻煩大家幫阮鬥分享互恁身軀邊的親戚朋友。啊，若是你是無介意咱的話吼，你嘛會當分享互一寡你較無介意的朋友吼，互因看覓啊，即個組到底有偌歹看呢？嘿。對，比如講，你有足濟無介意的朋友，全部攏甲彈互因就對。
哦，对对对，无毋对。安尼袂歹呢，加啊，个在我有元首3月人6号，3月哦，安尼会使啊，安尼愈好啊，安尼你愈侪讨厌的人，对阮来讲愈好啊。耶，嘿，你啊，个有等3月互你一个6号，元首人看，靠腰，我要讲话点点。你莫一直讲遐粗的话，好无？啊，个有3月6号，3月6号就是我要讲，你要我讲无？你讲啊，我敢有讲话？你先点点，你先晋升好无？好好，你讲你啊，讲。个有3月，啊，个有3月6号，我讲第3摆啊。啊，个有3月6号就是阮 Made in 台湾，啊，个有甲拍拍叶就是李叶，啊，个有迄个拍拍，咱两团的做伙做一个漫才甲企划的一个演出。啊，3月6号，咱迄个演出或者漫才月报，到时阵嘛会放资讯伫咱互相的迄个粉丝专页顶管，大家会使看卖啊。啊，地点的话，伫迄个卡米蒂的小厅，无毋对。啊，到时阵会甲迄个购票资讯打去咱的粉专，大家甲参考看卖啊。哇，足期待的，耶，我嘛足。哦，李烨即摆嘛伫顶管哦。无啦，李烨哪有伫顶管？迄是哈鲁啊，啊，迄是哈鲁啦。两位拢有出现呢。哦，有看到。哈鲁啊，叶伫顶管，叶，你看，我看到伊名啊。李烨他表妹觉得你的能见度很低啊。哇，毋是我讲无要的，紧，这咱会，这较等下才来处理吼，无要紧。哦，咱即马两个人出来，你就一定爱一直甲我绕开就对啊，无要紧哦，无要紧。你毋是讲你要试看卖，会使接我的物件接偌久？我无要接啊，我无要接。袂爽啊，就袂爽啊，袂爽啊。哦，我有一个你即马互朋友，我接啊，毋知影要安怎收煞。啊无，我迄项想着我一个朋友拢会讲袂爽去露体讲，恁敢有听过？哦，即句足久啊诶，足久啊你？诶，哦，会讲即句应该有年岁啊。我迄个朋友足老的，我佮甲伊转达者，嘿。我以前住迄个小港迄边，拢讲袂爽愈雷梦。哦，佮有雷梦。诶，哦，好，啊，耶，安尼通好收煞，迄个对，耶，多谢两位今日吼，就是来接受我，问一寡有诶无诶，啊嘛真欢喜熟悉着你，耶，好，安尼迄个。就请大家吼，一定爱去注意因迄个详细的消息，来放伫 Instagram 甲 Facebook 哈，有想要去看表演的，一定爱迄个不时就摕出来看，嘿，安尼，嘿，无毋对，无毋对，吼啊，迄个即两位吼要去处理者，所以迄个我就先甲时间留互因，放因通去处理哈，安尼就甲大家讲再会啊吼。拜拜，感谢会记，感谢会记，感谢，拜拜，大家拜拜。